聖經小行傳7章34節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實在看見了，他們悲嘆的聲音，我也聽見了。我下來要救他們，你來，我要差你往埃及去。嗱，呢段經文呢係當日司提反述說當日發生喺摩西身上嘅事。當日以色列人喺埃及受苦，神話佢哋嘅困苦，神看見佢哋嘅悲嘆聲音，神聽見。嗱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嘅苦難，主都知道。可能你在苦難當中唔覺得神聽見，唔覺得神即刻幫你，但係神都知道，因為我哋係佢嘅兒女，佢有佢嘅美意，佢有佢嘅時間，求主幫助。所以神就差派當日，神就差派摩西去埃及將以色列人拯救出嚟。今日我哋在苦難中，在困苦中，神都一樣會幫助我哋。我哋要堅定嘅相信依靠佢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